近年涉及單車嘅交通意外咧有上升啊，踩單車嘅人士咧亦都越嚟越多。咁究竟香港嘅單車設施夠唔夠咧？踩單車嘅人士喺踩單車嘅時候啊，要注意啲乜嘢咧？今日請嚟咗兩位嘉賓同我哋講下㗎。喺我身邊嘅咧就係羅振奇先生，另外嘅咧就係楊文睿議員啊，歡迎晒兩位。嗱，楊議員咧最近咧喺沙田區咧做咗個調查，就關於呢個單車嘅。咁個調查報告研究出嚟，發現咗啲乜嘢咧？我哋發現咧，越嚟越多市民咧，上沙田區咧，係使用單車咧嘅數量咧不斷咁增加。咁理由我諗有3個嘅。第一個咧就係我哋本身喺呢個運動嘅項目咧，喺國際體壇上面咧，我哋攞咗唔少嘅獎項啦。第二咧就係嗰個環保意識嘅增強啊，即係特別係你使用單車，其實亦都係減少咗廢氣嘅製造啦。冇錯。咁啊，令到個空氣好啲。咁你知道我哋而家香港市民好多時候我哋都留意呢方面嘅嘢。第三個就係嗰個健康嗰個意識嘅不斷嘅增加。因為單車其實都係一個運動啊嘛，而且係一個咧可以你喺戶外度使用，雖然喺繁華嘅都市裏邊咧，仍然都可以做到一個咁樣嘅運動。但係咧，研究報告裏邊有冇研究到咧，即係話佢哋揸單車嘅地方咧，危險亦都相當高，引致嗰個危險出現發生意外嘅數字又多咗咧。冇錯，的而且確喺即係過去嗰3年咧，發生意外嘅次數係比較多，而且死亡人數咧亦都有少少上升嘅趨勢。呢個主要嘅理由當然係人多咗使用啦。第二個咧就係嗰個本身個配套同埋安全嘅交織。咁現時喺沙田區嚟講啦，單車數字大約有幾多咧？我哋大約初步推算咧係15萬部嘅。哇，15萬都好多咯。咁沙田區嘅居民用嘅次數有幾高？用嘅次數咧就係我哋大約50%嘅市民咧係每個禮拜使用一次。咁每個禮拜使用一次即係幾多咧？沙田區有60幾萬嘅市民，每個禮拜使用一次，即係話有30幾萬部嘅單車咧喺道路上每個禮拜上行走。但係行人路上邊咧就唔可以踩單車㗎。好多時咧，即係踩單車嘅人士咧，都逼住要喺單車徑或者係喺馬路上面踩嘅。踩單車嘅時候又要注意啲乜嘢咧？其實踩單車嘅時候咧，最主要係根據翻運輸署出嘅一個叫道路交通守則啦。咁佢裡面都會介紹到係有一啲手勢啊，或者路標啊、標誌啊嗰啲都係要留意翻咯。咁只需要留意翻嗰啲嘅標誌，咁其實都已經可以喺馬路或者單車徑上面去踩單車。但係而家咧香港咧政府咧究竟點樣去釐定下？究竟而家單車咧喺道路上面可用嗰個程度啊，抑或根本佢唔係我嚟俾你揸喺道路上面行嘅呢？楊議員，香港政府其實主要定位嘅單車咧，都係一個文娛康樂嘅設施，而唔係一個交通環境、交通嘅工具咯。係。咁啊，其實即係呢一樣嘢，亦都好影響到咧，究竟單車嗰個配套設施啊、安全問題啊，究竟係應該點處理咧？咁呢個係一個整體規劃。係咁啊！我知道今次即係呢個環境局咧，就投放咗22億咧，就將呢個現時嘅新界區嘅單車網絡咧，就連結埋一齊嘅。咁你覺得即係今次呢個計劃又點咧？其實即係嗰個單車網絡嘅覆蓋面越廣，當然係越好啦。但係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點樣去處理各項嘅配套。其實我哋可以參考其他國家嘅方法，就以巴黎為例。佢嘅總長度嘅單車徑比我哋長1倍，但係咧佢哋有自助租單車嘅系統，協助市民使用單車，亦都解決好多停泊嘅問題。點解要用呢一個自助嘅停泊系統？咁變咗咧，市民咧就唔需要刻意去買部單車，其實佢只要喺用政府提供嘅單車，可能係用一啲簡單嘅收費模式，咁佢哋就可以租用段小時計嘅。你有冇同沙田區啲學校或者啲老師傾過話，使唔需要啲同學可以揸單車翻學校咁方便啲，唔使佢哋下搭車咁交通唔方便啊？其實即係呢個喺教育層面，唔單止環保同健康上面，我諗即係學校當然支持啦，但配套不足咧，令到佢哋係難以實行。係啦，你覺得有啲咩配套不足咧？譬如現時嘅單車徑有啲咩需要改善咧？改善到點先為之係好咧？阿羅生，其實現時嘅單車徑咧，好多時候都係一啲舊嘅設計啦。咁例如一啲金屬嘅減速欄咧，對於踩單車人士咧都係造成一個嘅危險嘅。咁其實而家運輸署同埋路政署咧都係做緊一啲新嘅膠做嘅減速柱啦，咁去更換翻一啲舊嘅金屬欄啦，咁去俾踩單車人士可以安全啲。金屬欄有啲咩唔好？其實根據舊年嘅一個嘅意外啦，咁就喺大埔區咧，就曾經有一個嘅踩單車人士，因為撞咗埋呢啲金屬減速欄嘅時候咧，咁佢就因為意外而喪生咗啦。所以而家換咗啲膠就好。係啦，楊議員啦，嗱，借呢個機會咧，就同我哋大家各位觀眾啊提下啦嚇，有啲沙田嘅朋友睇睇，究竟佢哋揸單車出去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咧？喺而家呢個現行呢個時候。即係我諗，如果特別係喺
馬路上面使用嘅話咧，一定要熟讀頭先所講嘅道路使用守則啦。其實亦都要留意咧其他車輛嗰個路面情況，因為喺我哋考車嘅時候，我哋冇教過點樣去避開啲單車嘅使用㗎喎。咁呢啲嘅問題咧，其實好在乎嗰個單車使用者，佢自己要有充足嘅準備，頭盔啊、安全設施嘅各樣嘅。阿羅生可以俾啲信息我哋，如果係有啲揸單車人有冇遇過啲俾同車之間互相爭路嘅情況咧？其實都有㗎，尤其是係喺馬路上面啦。咁喺馬路上面踩單車，因為要同汽車去爭路啦，咁好多時都會俾啲車逼埋去馬路嘅一邊啦，咁都會造成危險。因為有時條線已經啱啱夠一個貨車過嘅時候咧，再容納一架單車咧，其實條線已經係唔夠過，即係佢唔係俾你過，佢係唔夠位去過，所以咧就逼住一定要咧爭路啦。同埋我覺得今次幾好，因為今次就係叫大家市民去踩多啲單車咧，係因為想提倡環保啊。冇錯。因為而家咧二氧化碳嘅排放實在太過高啊，所以咧即係大家盡可能咧都真係踩多啲單車嘅。咁啊，所以咧政府咧一定要將個單車徑嘅設施咧一定要再做得完善啲啊！好啦，咁啊多謝晒兩位上嚟，我係傾偈。好啦，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講下聽日節目內容好嘛？因為咧就會教大家整係又香又好味嘅豬腳薑啊，記住留意啦！好啦，今日節目時間夠啦，聽日都市閒情再見，拜拜，拜拜。